有一个艺人叫做坡坡真，因为真爱运动，所以有一个外号叫做健力女神。妇女节迄暗，讲起有一个查甫甲对。这个坡坡真发现了后，伫咧同一条路来来回回，一直西马半点钟，对方也是唔放弃。尾啊，这个坡坡真是提出着勇气，拿手机来搜证，同时请朋友来帮忙，对方才道歉来离开。要提醒咱的女性朋友，都要注意家己的安全哦。若是发现有人咧家己跟踪，都要选伫咧较光亮的所在，明确要求对方莫搁对路。这个态度爱真坚决哦。同时来翕相、来录影、来搜证，若感觉无对同，都要赶紧打电话来报警。太美啦！迄南投真水风景，这个笑得甜舞的查某囡仔是美妆作家坡坡真，伊毋但伫咧演艺界发展，嘛常在伫咧网络顶分享教人健身的影片。专心做每一个动作，希望家己进步。不过，这个所在煞扣一个千分人注意。坡坡真用录影的方式，因为对伫咧伊后壁查甫人，却袂着伫咧家看。尾仔查甫人知影坡坡真咧家翕，伊嘛是唔死心，继续家对调调。坡坡真若是停落来，或者是活过去，查甫人就惊伫咧讲电话。3月初8，妇女节迄天暗时啊，坡坡真离开健身房，要行倒去找路的，发现有人家跟踪，随摕手机录影，嘛请男性朋友过来斗相共。对方则讲，若是有啥物互坡坡真感觉无爽快所在，伊感觉真歹势。警察主动联络坡坡真，不过伊无按什么改过，讲希望透过家己经验提醒大家，暗时行伫咧大路，拢爱加注意家己的安全。